今仔日伫咧立法院有举办公听会，希望会当减少校园对弱势族群的霸凌甲歧视。郭高明表示，真侪弱势家庭的囡仔是真歹加入群体，受到霸凌的风险愈悬，应该要加强辅导。专高中嘛指出，除了辅导以外，应该要安排专业的校安人力来处理霸凌的事件。 去立法院参加反霸凌、反歧视公听会，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生活联盟理事长林君杰坐轮椅发声，伊讲希望立法院的无障碍设施会当做甲更较好，伫学校的特教学生会当更加受到众人的理解。 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老师或者是相关人员对于各障碍类别的障碍者的认识非常的有限。可能像坐在轮椅上的，大家都觉得都是一样，但其实坐在轮椅上的障碍者也有分很多不同的需求跟协助。 其他老师对无同的身心障碍会当更加了解，新障学生可能是来自弱势家庭、原住民、新住民等等有这种身份。民团认为，若是干那以单一的角度来面对，人力资源无整合，恐惊也是真恶适应，增加受到霸凌的风险。 呼吁要去加强心理咨商的辅导，对一些不利处境当中心理或实际当中的支持。 全高总表示，反霸凌、反歧视，因无反对参加演习甲宣导，但是这内容实际投入的资源到底有偌济？前几年我们可能有专辅教师也进来了，但未来我们在处理霸凌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专业的校安人力可以协助学校一同来共同执行这个问题？ 处理霸凌事件需要更加侪专业的校安能力。全高总强调，这就更加需要靠亲属合作，嘛应该提供资源给家长，互因嘛当协助家己的囡仔。记者综合报道。